大家好，我係 FNW 嘅設計同工程總監阿 Chris 啦。咁我喺呢度頭搭尾都做咗20年㗎啦，係啊，咁都係算係開國功臣啦。咁其實喺呢個行業度嚟講，我係97年4月1號入行嘅，咁係97年嘅愚人節嗰日入行嘅，咁啊所以好有印象。咁啊即係做咗咁多年啦，其實都喺設計方面啊，或者跟工程方面，其實兩樣都可以好比較平衡去發展啦。咁喺而家暫時嘅角色入邊咧，我係會比較跟工程係會多啲，即係每一日都係會出去跟2至3個盤啦咁樣。咁作為 FNW 嘅設計同工程總監啦，咁其實暫時呢1-2年嘅方向會係偏向工程多少少嘅。因為本身我自己都想喺工程嗰方面咧，即係嗰個知識啊，會再比較要多啲啊。咁因為做設計都真係都做咗好多年，係啊。咁本身係由97年4月1號啦，咁啊做到而家，咁講緊都有成27-28年啦，係咪？係28年。咁其實都係一個唔短嘅時間啦。咁設計風格方面咧，其實好多時都係 running 翻，即係每個客人佢哋係想點。咁其實真係好多時香港即係好多人都係需要儲物空間嘅。咁同埋就大部分都係會比較偏向淺色啦。咁其實我自己個人咧，我係中意比較深色多啲嘅。咁但係就比較少機會可以發揮到呢樣嘢。咁我其實自己即係都想有個目標啦，或者有個希望，都想有客人咧可以做到一啲比較深色啲、比較型格啲嘅嘢咯。咁之前同 Andrew 合作過，咁其實喺觀塘海匯嗰個咧都係比較偏深色啲，咁我自己個人都好中意，因為每個同事其實佢哋嗰個設計啦，或者係擺位啊、報價，其實我自己都會親自去睇過先，即係出街俾啲客人。咁所以嚟講咧，其實每一個job 啦，咁我係一定係會知道。咁如果譬如話，即係都係我自己去跟工程嘅話咧，咁其實每單工程我自己都會上去最少10次以上，咁就會對個成個工程就會更加了解咯。咁啊，咁多年嚟講，你話比較深刻啲嘅事就我諗，其實好多時公司每一次去到一個叫樽頸位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喺個市場上面想有啲咩突破啦，咁其實我哋都會不斷去開會，同所有同事去開會，去研究一啲新嘅方案出嚟。咁其實最初嚟講，個一站式嗰個概念都係咁樣走咗出嚟先嘅。咁你話將來咁會係點啊？咁其實我哋公司其實一直都 keep 住同建造業啦、一啲設計嘅協會啦，或者一啲瓷磚商會啊、或者係一啲政府嘅部門咧，盡量攞多少少牌照咯，咁變咗嚟講就令到即係大家可以對公司會更加有信心。咁個人方向方面，其實我諗我自己可能會繼續再 keep 住進修，因為本身我自己都係一個小型工程嘅持牌人啦，即係可以驗窗啊咁樣。咁公司亦都有電牌啊咁樣。咁其實都係打算方面都會再進修一啲關於可能係多一啲關於工程上面嘅一啲資格咯，係啊，咁令到自己再強化少少。因為始終喺設計方面，其實喺香港嚟講，亦都唔係話即係有好多可以認證到嘅資格。咁我哋公司亦都即係亦都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去做設計。咁其實公司亦都係都係一啲設計協會嘅入邊啲會員啦咁樣。咁我諗呢方面暫時嚟講都係足夠嘅。咁將來方面嚟講，其實公司本身而家都喺將軍澳啦，同埋喺鑽石山地鐵站都會有分店。咁其實公司個方向都係會喺地鐵站繼續會再開多啲嘅分店。咁亦都知道公司係傾緊嘅。咁亦都想俾到大家一個好方便性、一個好地區性嘅一個服務咯。呢個就係暫時公司嘅目標，亦都係我自己嘅目標咯。最後我想講下啦，公司其實都有個方向性，就係可能喺每隔一段時間啦，就會去幫翻一啲大眾啦，即係會好似我哋上次做嗰個2次爛尾單位咁樣，去做一啲好人好事，就係去幫一啲人。咁
咁亦都知道公司亦都可能都會有啲客人都係可能佢哋自己有啲背後有啲故事啊，咁我哋聽到，咁我哋都會以一個好優惠嘅價錢去幫佢去做翻咁樣咯。咁呢個我諗係即係除咗係工作上方面，咁其實係人情上啦，或者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最終。最後想補充多少少啦，咁其實作為一個設計同埋工程嘅總監嘅我嚟講呢，其實我會覺得喺設計上面呢，我哋需要好理性地去用一啲邏輯嘅思維去令到一間屋個規劃空間啦，咁就令到成件事好合理化。咁跟住用一個好感性嘅思維去令到呢成個畫面呢係令到個構圖令得係好靚嘅。咁因應翻每個人中意嘅唔同嘅顏色啦。咁同埋可能唔同嘅擺設啦，咁我哋就配合翻去代入翻佢哋嘅屋企入邊咯。咁呢個就係我做咁多年，即係嗰個叫做一個感想或者感受咯。係啊，咁好多謝大家。咁我代表 FNW 多謝每一位嘅客人或者每一位信任我哋嘅人啊。多謝。